公车的行车记录器画面，驾驶经过北区林安路二段的时阵，雄雄蹦一声，弄甲足大力。恁来跳出来啦！赶紧落车来看，原来是舞台车天棚村甲镶出去，致使公车车顶藏一个大坑。不过好佳在车顶当时无载客。与五台车发生碰撞，然后撞到五台车延伸出来的舞台部分，造成公车右上角破损。那之后我们会向警方申请相关资料，厘清肇事责任。代志就发生伫19号透早11点外。公车空有村顶舞台装置的大货车烧落，边仔面体的窗仔门有损害。根据着警方指出，舞台车其实已经超出范围，要依法开罚。现场无人受伤，且驾驶均无酒驾行驶，事故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。舞台超出使用范围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2条1项9款。可处1200至2400元罚款。目前公车已经进场维修，后续的赔偿也搁等待肇事责任厘清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